主后2023年2月初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大内的恶果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。创世纪33章18节到34章31节。雅各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安倒来到迦南地的示剑城，伫城的对面搭布边。伊搭布边迄块地，是伊用100块银对示剑的开拓者哈莫的后代买的。雅各伫遐起一座祭坛，甲伊号名叫做以色列。利亚甲雅各生的查某囝底娜出去要甲迄所在的查某囡仔相找。迄所在的族长希未人哈莫的囝示剑看到伊，就甲伊诱逮，甲伊困，甲伊侮辱。示剑恋慕雅各的查某囝底娜，伊爱即个查某囡仔，对伊吐露真情。示剑甲伊老爸哈莫讲，甲我带即个查某囡仔，互我做某。雅各听到伊的查某囝底娜受示剑侮辱，静静无出声，因为迄时伊遐的囝甲前生拢还伫野地，伊要听候因倒来。示剑的老爸哈莫来见雅各，要甲伊讲关系底娜的代志。雅各遐的囝对野地倒来，一听到即个代志，大家非常痛心受气，因为示剑对以色列家做毋应该做的见孝代，甲雅各的查某囝侮辱。哈莫甲因参详讲，我的囝示剑恋慕恁查某囝，请将伊互我的囝做某。恁甲阮结亲，恁通将恁的查某囝嫁阮，恁嘛通带阮的查某囝。恁甲阮做伙住遮，土地遮阔，恁通住伫遮，做生理建筑产业。示剑对查某囡仔的老爸甲伊的兄哥讲，恁若无气嫌，恁要求甚物，阮拢要互恁。无论偌济聘金甲礼物，阮一定照恁的要求互恁，只有请恁将查某囝嫁互我。雅各遐个囝因为示剑侮辱因的小妹底娜，就欺骗示剑甲伊的老爸哈莫，讲将阮小妹嫁互无受割礼的人，即款代志阮做袂到，因为这对阮来讲是见孝代。只有一个条件，恁所有的查甫人，若拢甲阮同款受割礼，阮就答应恁。阮将阮的查某囝嫁互恁，阮嘛带恁的查某囝做某，阮住恁遮，诚做共一族。恁若毋听阮的话受割礼，阮就带阮小妹离开遮。哈莫甲伊的囝示剑，欢喜接受即个条件。迄个少年人随时照因的话去做，因为伊恋慕雅各的查某囝，伊是因老爸的家上受尊重的。哈莫甲伊的囝示剑来到城门口，甲城内的人讲：这人是咱的朋友，咱的土地真阔，有够通互因徛起做生理，咱通带因的查某囝做某，嘛通将咱的查某囝嫁互因。毋过，因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咱所有的查甫人，拢着甲因同款受割礼，因才要
甲咱做伙大，诚做共一族。咱若接受因的条件，因就会甲咱做伙大。安尼，因的情生、财产甲因所为，皆毋是拢会变做咱的。这个城的住民拢接受哈莫甲伊的囝事件的话，安尼全城的查某人拢受割礼。到第三日，所有的人拄疼甲真艰苦时，雅各两个囝，底那的兄哥西面甲利未，拢举刀，趁因无方便入城杀死拢总的查甫人。因杀死哈莫甲伊的囝事件，甲底那对事件的厝带出来就离开。雅各其他的囝为着因小妹受侮辱，就来到受害的人遐抢城内的物件，就是牛群、羊群、驴，以及城内甲田野所有的。因阁将所有的财富、囡仔甲妇人人，以及厝内所有的物件，拢抢去。雅各甲西面甲利未讲：恁连累我，会害我，互即所在的迦南人甲比利洗人怨切。搁咱的人少，因若联合来攻击咱，我甲咱全家拢会灭亡。因讲，因若通款待阮小妹亲像娼妓以上。做大内的恶果。捌读过一篇文章，讲到人类的性侵行为会带来可怕的后果。作者甲人譬如做一栋厝，性就亲像是地基，当厝的地基互破坏去，厝就无搁再稳固。性关系的破坏，就亲像地动，甲厝的地基震崩去，无再条搁恢复转来，互人学得恢复永过的正常生活。对人类来讲，性是重要的，因为性毋但是情感的表达，搁较是人类孕育新生生命、繁衍后代的重要关键。性原体是上主赐予人类美好的礼物，是两性之间彼此相疼一时渴望的美好事物。人伫即中间，通向对方表达心中的爱意，甲对方的情感互相相连结，阁会当互内心产生愉悦。总是甲使用外力造成无正常的性关系，人的自我系统就会受伤害，就亲像一栋厝的基础若互破坏去，就永远无法度搁恢复原本的样貌。创世纪记载真侪关系上帝的创造、应允和拯救的故事，同时也记载人类坠落的事件，譬如索多玛的淫乱、罗得和查某囝乱伦等等。伫今仔日这段的经文出现可怕的性侵事件。创世纪34章描绘人类暗砍袂牢的犯罪欲望、愤怒、暴力、谋杀等等人性的黑暗面。对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受性侵害，到一连串不幸的后果。这通讲是创世纪内面上互人感觉不体的故事中间的一个。事件的行为是极度粗暴的，伊甲侵犯雅各的查某囝底那，检采是掠做雅各家族是外地客来寄居的拿定，所以任意欺负因。虽然雅各用100
缀银仔事件的家族，各买一块土地，总是哪个一家人终究是外地来的，所以事件甲因当作是通欺负的人。哪个的囝因对野外转来，听到即件代志非常大受气，认为事件强奸家己小妹是一件侮辱的见笑代。看到事件含因老爸合约来提亲，哪个的囝因实在吞袂落即口怨气甲怒气，就用白贼话回答事件和合约。伫一来一去的对话中，条件式的欺骗带来一连串的杀戮。雅各过去所犯欺骗的错误，打伫因囝的身上搁再重演，因为罪恶无停息，历史也无法度建立敬虔的后代。雅各遮个囝的白贼话，讲来是极大的讽刺，因为因甲信仰之约用来当作杀害别人的手段，这毋是上帝的心意，搁较是对信仰的侮辱，大大冒犯上主。伫人类历史中，高举宗教之名做迫害别人之实的事例，确实也通看。这是人对罪恶的借口。错误理解信仰，毋但带来错误的决定，搁造成历史的悲剧。咱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省思，安怎活出下主心意的生活，毋通互撒旦见缝插针，引诱咱犯罪，免得罪上主。默想，当家己受到无公义对待的时，要安怎伫愤怒中还持守信仰的真理？当家己受到无公义对待的时，要安怎伫愤怒中还持守信仰的真理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的教示。透过圣经，互我搁再反省家己，也恳求圣神帮助我，伫生活中谨慎言行，会通为你做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